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好话》，我是民主。今半夜呢在度品尝，两位有一件木错物，两件木错物是一件数点么？两数点地图就动豆数，同大家来你看呐。Hello， 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明珠。哇，跳卡，你有没有想对俩天东哦，快俩件数点咯？因为我本身从跳过都从老北做事啦，那就想讲有这机会，就想讲做啲专咯，你自家家乡内可以见，你自家认为哪个地方适合一张书店，啊就选到俩天东，因为本身就会跳过就做田野。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间书店呢，不单是开在田中央，走进来的时候就有发现，这是一间树屋哎，是一间树屋吼。嘿，就也拄好啦，你所以请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想讲到底要田顺钱咋无，到底要用的钱，啊，拄到看到了也跳过废弃的卡拉 OK， 知道那个地方啊就清。知道了这地方亲像说了咪可以了点书店，你就可以是真理了咪就可以间书店所了叫书风出来。而且各位朋友，如果来到这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数点地图入动豆树，你可以来到这里呢，选一本你喜欢的书，坐在窗边，好好来享受一本书的美好时光。就是你这个咩，银龙太太都亲从那看起读书，你就是用了点书店有新书，没有旧书，希望来到了这书店里面会像你一样。喜欢看两本为书，所以来这边看书真的很享受。外面呢有田园美景，在这边呢也可以靠着窗边来好好阅读一本书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教的单字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在这边明珠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哦。第一个就是书店、数点、数点。第二个就是木屋、木草屋、木草屋。第三个是学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的是书店里面有很多书，数点地图就动豆树，数点地图就动豆树，大家都有学会了吗？我们下一次再一起出来去走走喽，拜拜。